简性顿悟真宗论。必生类俱下，不能自止。灵解暂愧不胜悲泣，吾内当为心中痛切自恨。多劫以来迷死真理，不因禅师悲悯，苍生无有可悟。故云：大解脱论，作此论者，若何圣意？一切众生同入此福，若也不合圣意，愿罪消灭如有，非人不可传之。恐将谤毁破法之慧。若有识觉服众之人，传与悉大道之法，不可轻视，不得翻起正论，唯是莫心，自知妄念不生我所心灭。大乘开心显解脱论。